你今日飲咗未啊？嗱，嗰個陪住90後長大嘅小紅瓶咧，而家要同佢嘅初戀工廠告別咯。2002年廣州一廠嘅第一條生產線生產出中國第一樽嘅益力多，而家要喺11月30號關停啦。13年嘅老設備咧就捱唔住㗎啦，日均149萬瓶嘅銷量係比21年嘅282萬瓶直接腰斬喎。嗱，舊年啱啱先關停嘅上海工廠，而家就連出生地都要拆埋啊！唔係冇錢賺，係年輕人嘅腸胃改變咗啦。00後嘅網友就話11克糖一樽喎，飲一樽就等於食3塊方糖。哇！我哋都係愛零糖酸奶多啲咯。而且咧係仲有競爭對手嘅圍剿喎。蒙牛優益斯價錢咧只要益力多嘅2/3，而盒馬推出自有品牌咧喺小紅書晒單就超過10萬條。益力多嘅小藍瓶低糖版咧減半4.5克糖，仲係有啲甜咯。但係你知唔知啊？佛山新廠嘅智能溫控系統咧，其實比老廠係慳30%成本㗎。咁力多3000名配送員每日敲20萬戶家門咧，會員覆蓋率係去到70%嘅喎。咁呢個咧就係小紅瓶最後嘅倔強啦，將慳落嚟嘅錢擺落去研發。咁25年就出小金瓶配料表啊，終於就去咗白砂糖啦。由最初嘅6萬瓶到巔峰嘅752萬瓶，益力多咧見證咗中國腸胃嘅甜蜜時代。而家佢要轉身啦，就好似我哋唔再每日飲益力多，但係嗰句你今日飲咗未啊，依然係我哋嘅童年回憶啊！